刚得生命可以更精彩，听这么说。亲爱的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我要甲咱分享的题目是对圣神的感动，是一个祝福。更精彩的人生是要予咱的囡仔。但是我嘛要特别甲咱年长的兄弟姊妹讲，咱退休了后，毋是等结束。有真侪人退休了后，就永远无代志。今仔日的题目嘛，甲咱有关系。咱到某一个程度，其实人生可以更精彩。小伟姐嘛是一个真够生活的人，所听的姊妹，咱的人生足宝贝。所以退休了后，毋是人生的结束。退休了后，是咱更较丰盛生命的一段路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囡仔、老人，所有兄弟姊妹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拢伸出双手，甲主祷讲：主啊，你甲我陪伴的，有一个更美好的生命。咱为着这种的祝福，咱搁当心用祈祷，恳求圣神将这段话来读互咱听。咱当心来祈祷。活命的主，你对世间的开始到世间的落尾，愿听到你的罗卜希伯来书的作者伊安尼讲：，着仰望主神看主耶稣，因为伫信心稳定救恩的起头，也是到落尾成就一切的上帝。至诚的天父上帝，阮伫你的面前，为着阮的生命来祈祷。你用你的荣耀来创造阮，率用你的神分日伫阮的内底。阮检通伫这个世间凊彩，愿天父上帝，你将你家己的阳光放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生命中，互人看到阮的时，也看到上帝你家己的荣耀，就互人因为安尼，就讲，阮要紧紧来信耶稣。主求你对阮讲话。也用你的恩惠放伫阮的中间，阮同齐祈祷，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真欢喜甲咱分享今仔日的圣经希伯来书。牧师一定会伫讲道中间一定会用旧约，嘛有新约。迄个目的就是要甲咱讲，上帝是起头，伊嘛是煞尾。所以旧约有讲的，圣经一定有讲；新约一定有讲，新约有讲的。旧约嘛一定有讲。今仔日我最主要的重点要放伫希伯来书第11章39、40以及12章第1节、第2节。希伯来书是一本有当时无容易读的话，因为有当时一句，咱若无经过圣神的帮助，咱真好地了解这句话的宝贝。今仔日是一句咱真容易忽略。我相信咱中间有的人已经希伯来书读足侪摆，但是其中有一个字藏伫迄个内底，伊讲：伫这世间有一种人，因伫这个世间是未堪得，因为伊太宝贝、太贵重了，所以上帝将这个人放伫世间的时阵，这个世间未堪得领受。对耶稣基督的人，就是遮尔有价值的人。但是这句话上重要来讲起，主耶稣来到这个世间，但这个世间未堪得，我们不配拥有主耶稣基督。咱听有这个意思吗？主耶稣就是上帝，佫是荣耀，佫是尊贵，佫是活命。虽然上帝白白将伊予咱，咱嘛得到，但是有时咱唔知影讲，其实咱未堪得得到主耶稣。我嘛要甲兄弟姊妹讲，咱嘛未堪得，但是上帝要将咱放伫这个世间，互咱的亲人感觉讲，哇，我会当甲这个人做兄弟、做姊妹，是一切是福气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伫今仔日希伯来书，咱会通读到这句话。希伯来书是作者到今抑阁无人会当足肯定讲伊到底是虾米人。但是因为这本册是写给伫罗马城2000年前在罗马城的犹太人，这本册是咧写给
4000年前就信上帝，阿伯拉罕的子孙，后来耶稣来的时阵，这群人咧谣言讲耶稣敢是弥赛亚，所以这张批是写给伫罗马城的这犹太人。这张批内底有2个真要紧的特色，今仔日咱拢会读到。这张希伯来书这张批内底第一个特色，伊讲到有一种生命好得无比。这种的生命，保罗讲，我若伫耶稣基督的内底，我的生命是水无比，是一个宝贝。希伯来书有10摆讲到10项，better 更较好的生命，更较好的永远，更较好的将来，更较好的愿望，更较好的事，更较好的活命。所以今仔日咱要伸出咱的双手，咱甲上帝祷告，让我的生命更精彩。听这阿们吗？你有期待你的人生是更加精彩的人生吗？愿天父上帝祝福咱，不但咱一代，到永远咱的家族是不断愈来愈水的生命。希伯来书写给罗马城的犹太人。第二个，伊这本册的内底有一个特色，就是伊讲到因着信，因为信心的缘故，因就选择因生活的态度甲方式。特别伫今仔日咱所读的希伯来书第11章，伊讲到4000年前的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一直讲落来，讲到第40节，11章总共有40节。这段话中间出现几啊摆，伊咧讲起，咱的祖先，因为信心的缘故，因为看清灵肉，因为信心的缘故，所以摩西就甘愿做罗仔仔囝。无要做法老王的王子，因着信更美好的生命，这是希伯来书最要紧的2个特色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兄弟姊妹，咱无论咱对希伯来书是毋是有作识，咱纯粹双手，咱甲主祷告。主啊，因为我对你的倚靠，永远到永远，你做我的上帝。阿们吗？那么纯粹咱的双手甲主祷告，主啊。求你赏赐阮有更加精彩的活命，咱的人生对这个时阵才开始，好不好？咱甲上帝讲，我等着瞧，我要听候，我要看上帝你伫我的人生中间所有比的是什么？伊讲，当仰望创始成终的耶稣，仰望主耶稣，主心看主耶稣，因为上帝伫头前甲咱有比一个更加好的人生。愿咱伫上帝的面前。咱为着咱的人生会当更加精彩，咱甲上帝讨。因为希伯来书有讲到10项更加好。你若真好奇，牧师将迄个文章，这篇文章一个牧师所写，有10项上好更加好。所以伫希伯来书内底，伊咧鼓励兄弟姊妹讲，咱毋通凊彩，咱来追求更加精彩的人生。因为咱上帝所予咱的人生是一个水无比的人生。愿天父上帝帮助今仔日的礼拜，咱每一个兄弟姊妹拢带着脚步，咱甲上帝讨讲，我的人生敢若安尼尔吗？我的人生敢若食清用安尼尔吗？当然这毋是，但是有时人真无奈，咱会感觉讲，我除了食清用以外，我就啥物拢袂晓。这毋通安尼讲，咱甲上帝讲，我的人生决断毋是敢若食清用，因为我的主耶稣有甲我讲，迄是外邦人所求的，恁所求的毋是安尼，恁着求阮的爸，愿你的国临到，听这明白嘛？当上帝的荣耀若临到咱的人生，咱的人生就是一个精彩的开始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毋是退休营营无代志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到某一个年纪。做某一个年纪应该做的代志，到某一个年纪扮演某一个年纪应该有的生命的角色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咱甲上帝祷告，阿门。主耶稣，阮伫你的面前，阮听到保罗，亲爱的天父上帝，阮听到保罗讲，伫耶稣基督的内底是一个水无比。腓立比书123做好记，腓立比书123，腓立比书第1章23节。伊讲伫耶稣基督的内底的生命是一种
水无比的生命。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会记得牧师邀请咱做伙同齐行天路。牧师邀请咱做伙同齐行天路。咱甲天父上帝讲，阮的教会要水无比，阮的家庭要水无比，阮的人生嘛要水无比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互咱向前行。讲到这个水无比，讲到这个世间未堪的有百年难得一见。你捌看过这种人吗？百年难得一见的人，这种的人，常常是一个互人欣赏的人。咱甲天父上帝讲，主希伯来书第11章内底讲到太济，不但是百年难得一见，是千年难得一见。迄种专心、专意、专性、专力，一生追求真理甲活命，阮的信仰的前辈。主求你帮助阮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互阮会通明白，世间未堪得有，这句话本身就带含有一项，就是价值的思考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通过今仔日希伯来书第11章38节，伊伫这个世间讲，伫这个经文的内底讲到，有一种人是这个世间未堪得有的。当然，希伯来书伫这个所在咧讲起，咱历代祖先中间有真侪人。因是伫上帝手中是一个贵重的活命，但是上帝明明将因放伫这个黑暗的世代，互因将生命的真光、将生命的真道来表明出来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耶稣本身就是这种的见证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。上帝听咱到这样。甚至将伊宝贝，其实不是伊的圣子耶稣基督尔。耶稣基督是代表上帝完整，所以甚至上帝将伊家己赏赐予咱。世间人未堪得，但是世间人领受这样宝贝的礼物了后，有当时也有个可惜，因为有的人得到救赎，有的人得到救恩，却无明白这个祝福。是何等的宝贝！愿咱伫上帝的面前，咱会晓珍惜。上帝伫咱人生中间已经，上帝伫咱的人生中间已经将一份真宝贝的礼物放伫咱的生命中间。刚才你们问讲，牧师讲，牧师敢有？牧师敢有？不是牧师有无，是咱敢有？咱伫上帝的面前，咱问咱家己讲，我敢已经明白，会通做上帝的囝儿。会当做上帝的囝儿是真幸福。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，互咱搁一摆来听这句话。这句话是一个匪夷所思，意思就是连想都想不了解，生目睭发目睭都无法度了解这种的道理。伫这个世间有什么种的人，是伊活伫这个世间的中间，伊会互人的生命中间感觉讲，哦，我娶到这个好某我实在是未堪得啦。在咱伫人生的中间，感觉有这种的经历，都是上帝伊特别真大的恩惠放伫咱的中间。愿天父上帝的神带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来明白。这句话其实是咧甲咱讲起，有一份生命是一种真宝贝的生命，这种的价值是超过这个世间的价值。就亲像有一日，咱的足好的朋友，伊将一份真贵重的礼物摕送互咱。你讲，咱甲伊讲，我较会堪得接受这样宝贝的礼物。咱的朋友讲，感谢你，因为你对我来讲足宝贝。伫我人生中间，你捌为着我做啥物代志？咱感觉，咱可能无做啥物，但是这个朋友将一个真贵重的礼物放互咱的时阵，咱心内忽然会感觉讲，这就是稳定，不是因为咱所做，是因为稳定。愿主甲咱三个弟弟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求圣神将这句话读互咱听。什么是咱人生中间未堪得得到？就是上帝将伊荣耀的活命放伫咱的心上。咱进入到上帝的面前，咱来领受伸出双手，咱甲主耶稣祷讲：主耶稣，请你做我生命中间最大的宝贝，互我一生
为你来活。上帝将伊独生的圣子赏赐予这个世间，这就是希伯来书内底所咧讲，有一个人，伊是这个世间未堪的领袖，因为世间的罪人死受审判，本地就是应该。但是上帝因为听的缘故，竟然将一个宝贝的王子，就是耶稣基督来赏赐予咱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当咱要搁伫两者的时，上帝白白将这个恩典放伫咱的人生。咱来到主的面前，咱甲主讲：主啊，我虽然是一个平凡的人，但是因为你将你家己宝贝的活命放伫我的内底，对今仔日开始，我要认真来生活。我无要辜负你将你的荣耀活命放伫我的内底。主耶稣来到这个世间，伊所成就的，互未堪得的人来得到祝福。所以雅各安尼讲，伊讲耶稣来到这个世间，互人因为信得到福助。主耶稣来到这个世间，互咱在座所有兄弟姊妹，希伯来书讲因着信，因为信的缘故，咱众人要同齐得到更较水的活命。咱静静伫主的面前，你若愿意，你的人生更较精彩，你会当常常安尼做，你会当常常安尼祈祷。伫你安静的时阵，你将你的手伸出来，你甲上帝安尼祈祷讲：主啊，我将我的活命恭敬摆伫你的面前。现在咱敢捌遮尔严肃甲主讨？现在兄弟姊妹，咱着常常安尼为着家己来祈祷。咱伸出双手甲上帝讨讲：主啊，我将我的一生，将我的活命来高举仰望你，仰望主神主耶稣。主啊，求你改变我的活命。今仔日圣经讲，因为信要互世间一切送向的人。伫这个所在所讲的送向，两种送向，一种就是心灵送向的人，一种就是真正伫各方面拢欠缺的人。无论什么种的人，咱通坦然伫上帝的面前，因为雅各耶稣的兄弟，伊安尼讲，耶稣就要将上帝的国赏赐给那求救伊的名的人。所以最后一句讲，因就要承受主耶稣所应允，因就要承受上帝所应允。既然听上帝的人，上帝要将伊的国临到，上帝要将伊的上帝国天国就放伫咱的人生的中间。愿主讲伊的话，互咱听；愿相信帮助咱明白今仔日这段信息对咱每一个人会重要。这个时代是一个真强调做家己的时代，所以无论是囡仔，无是大人，这个时代多数的人拢真爱做家己。所以咱咧带囡仔的时，有当时啊，囡仔的主张，互咱会挡袂牢。啊，咱千讲万讲，解说，伊就是伊就是要做伊想要做。这个时代有真侪人真要求做家己，但是有几个人真正明白，咱的生命真正的价值是什么？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互咱通过今仔日的礼拜，通过圣经的话，更较重要，求圣神对咱讲话。因为圣神一旦对咱讲话，咱就有悔改的感动。因为圣神对咱讲话，咱就有清楚明白的心，通来领受。兄弟姊妹，明白什么？明白我生命的价值。因为伫今仔日的时代，有真侪人自我的形象其实是足自卑。今仔日的时代，有真侪人伊的学历足悬，但是伊心内其实还阁感觉伊是一个真无够格的人。因为这个时代是一个竞争，因为这个时代是一个计较，因为这个时代是一个比较，所以真侪囡仔出世就常常伫成绩的顶端互人比下去。因为成绩若无好，分数若无够，因为好亲像因的人生是无路用的。无需要甲恁讲，恁的人生毋是用成绩单做恁一切的表现。愿天父上帝，咱伫今仔日的明白，咱先知影咱是啥物人。今仔日圣经讲，保罗讲，
恁是耶稣基督用伊的宝血所买倒来。耶稣对这个世间黑暗的关系，对魔鬼的手中，用伊的宝血，用伊的活命，甲恁对魔鬼的手中买倒来。保罗的意思是安尼，就亲像罗马的时代有真侪做奴隶的人，伊互伊的主人卖来卖去。所以，今仔圣经讲，恁是一个贵重有价值的人，因为主耶稣用伊的活命赎回咱。所以，咱的一生最大的荣耀就是荣耀上帝。愿天父上帝将这句话讲互咱听，互咱明白，咱的生命应该是贵重。也愿主耶稣用伊的手将咱内底自卑，甲咱摕掉。咱若有自信的时阵，咱袂甲人计较；咱若有自信的时阵，咱袂甲人比较；咱若有自信的时阵，咱就容忍别人受恶了。有时咱听到别人咧互恶了的时候，咱感觉心内酸酸，我其实对伊袂对。咱若知影咱家己的价值的时阵，咱就袂互迄种的比较来伤害咱。求天父上帝伫今仔日个礼拜中间，将这份尊贵的感觉，将这份尊贵的感觉。咱伫上帝面前讲，主啊，我知，我若会当做你的囝儿，这就是教业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将这个尊贵的神、尊贵的圣神，放伫咱的生命的中间。所以今仔日咧讲起这些人、这些人，这句话足趣味，伊叫做 hotos， 这个字叫做 ho 加 otos。牧师常常咧讲这个字，恁会感觉牧师你唔免教阮翻译遮尔侪希腊语啦，但这些人这个字足趣味，这个人这个 otos， 其实伫圣经中间若竟然用到这个字，拢有带含着的，就是尊贵、神圣的意思。所以圣经咧讲起有一种人，这群人是因为信上帝将伊宝贝灵，搁一摆充满伫伊的内底，所以伫这个世间。徛伫人的面前，就是代表上帝。所以，这种的想法就互咱想到，摩西徛伫法老王的面前，伊要出发进前，上帝讲：“你去徛伫法老王的面前，代表我。”听清楚，上帝找见摩西，佮倒去埃及的时候，上帝甲伊讲：“你去徛伫法老王的面前，代表我。”迄个代表上帝，迄个代表上帝的意思。原文翻译讲就是我，兄弟姊妹，对今仔日开始，咱徛伫这个世间就是上帝。所以保罗讲，打的我，无搁再是我，乃是什么？乃是主耶稣踮伫我内面的我，也这有重要吗？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所以圣经中间嘛有另外一句话。伊讲，既然有人伫上帝的手中，既然有人伫上帝的手中，伊就要真做荣耀的皇冠，真做重要的冕旒。上帝荣耀国王，伊若出巡伫任何的真正式的聚会顺，无论是国王，无论是女王，伊拢会当手举一支权杖，头壳第一，象征这个国家的荣耀的王务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的人生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虽然未看到，咱发出伫咱的心内，咱甲主讲：主，第一，我要感谢你，因为对今仔日开始，我足清楚知影，我是你的宝贝囝。第二，主，求你帮助我，互我伫这个世间就成做你的宝贝囝儿。伫这个世间，就亲像摩西徛伫法老王的面前，就代表你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在座所有兄弟姊妹，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参与今仔日这段圣经内底所讲的话。希伯来书11章第40节，伊讲历代的这先人信仰的前辈，拢咧听候上帝完全的时刻临到，互恁甲因当得到完全。若毋是因为咱甲上帝的时间，就是启示录内底咧讲，有一日，迄个得胜的人的数额到额144000人到额。若毋是迄个时刻到，古早的人因苦苦咧听候，虽然因有信有应允，
但是上帝的国度会完全也未完全。所以真侪话，真侪人读到希伯来书第11章40节，伊讲我是什么人？为什么阿伯利罕若无因为我，因就无完全。虽然伊有得到应允，但是因的人生的应允并无完全。有真侪人读这句话，读未了解，包括我。但是感谢上帝，有一个牧师，伊伫伊解说这段话中间，伊忽然引出来启示了。伊讲有一日，上帝拯救的数业若完全，这个人就拢完全进入到上帝荣耀的国度。或者咱要参与伫历史上真侪为主来活的人，咱嘛是其中的一个。所以伫这段圣经中间，伊讲神为我们预备更美好的事情，叫历代的人若不与我们同得，历代的先人，咱是算啥什么？因比咱真更加大的力量。但是上帝讲，不是人的问题，是上帝救恩的问题。原来伫主的面前，咱真做一个参与伫上帝拯救作为。这个教会要真做上帝更较水的教会，所以第二个我要邀请兄弟姊妹，咱所做的祈祷，咱甲上帝祷告，主啊，求你互我人生会当活出美好。希伯来书拄则牧师甲咱分享，希伯来书内底讲到10项，更较好，更较好，但是又有时翻译做更美。所以伫希伯来书有当时翻译做更好，有当时翻译做更美。更较好的愿望，更较好的故乡，更较好的国度，更较好的事，更较好的物件。伫希伯来书讲到10项，更较好的救恩。咱的人生，咱免互遐尼侪物件、遐尼侪话来甲咱分散咱的注意力。咱只有会记得一项，就是讲，主啊，为着我的人生，甲你祈祷，主啊，求你帮助我，互我的人生会当好，更较好。所以这个字会当翻译做 better， 英语叫做更好，但是嘛会当翻译做 best。best， 咱来知英语这单字，咱就知影讲安怎是上好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的人生。所以咱活伫一个时代，多数咱的教育的环境以及咱的社会的气氛，拢是伫竞争的中间咧要求咱会当活出咱家己。但是有偌尼侪人真正带着自信，带着满足，带着肯定，带着希望。咱伫主的面前，咱甲主祷告，主啊，阿们。主啊，当我听到保罗伊留予我的话，主我甲你讲阿们。虽然我知我的生命其实没有好得无比，我感觉我的人生是乱糟糟，我感觉我的心也实在是无明。但是主，因为你的使徒保罗所留好这个话，我相信，我阿们。主，我伸出我的双手，甲你祷告。主啊，求你赏赐我的生命是一个好得无比的生命。这句话的原因有因果，因果。这句话讲好得无比，这个结果，伊头前讲，因为我踮伫耶稣基督的内面。所听的姊妹，保罗讲，见到人踮伫耶稣基督的内面。伊就是一个新创造的人，过的代志拢真做过去，一切拢换新。咱伫主的面前，日日换新，每一礼拜换新。兄弟姊妹，爱肯定努力，爱要求咱的生命是一个更新的生命。咱唔通做30年前伊是安尼想，今仔日要搁安尼想，个性也未变，习惯也未变，观念也未变，永远不变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伫伊的面前，咱会记得今仔这句话，伊讲上帝为着咱预备一个更美好的生命。愿上帝提醒咱，上帝将一个更美好的生命予咱的时，最重要的动机是要用咱来荣耀伊家己。或者同意吗？上帝要将一份真水的生命放伫咱的中间，毋是干那放伫牧师，嘛毋是干那放伫中职。是咱每一个人，咱拢做伙领受，因为咱拢是上帝的家庭内底每一个囝儿甲查某囝。所听的姊妹，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无例外。今仔这个礼拜所有的信息，毋是为着别人讲的，是为着咱
每一个伫上帝面前有听到过阿们的遐弟姊妹，咱纯粹双手甲主祷讲：主，求你将更精彩的生命，主求你赏赐我一份更加好的生命，好得无比。所以保罗伫伊腓立比书第1章第23节，第1章23节，伊讲：我甲耶稣基督同在，因为安尼极好无比。愿天父上帝将这种的信仰，将这种的经历，信仰不是干那听讲道，信仰就是真正确信。主啊，你若应允的，无一项空。咱掠着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对咱所讲，这个应允，伫主的面前，咱甲上帝祷告。主啊，求你将荣耀的画面放伫我的心上。主啊，求你将你的荣耀的画面放伫我的心上。因为起头上帝创造人的画面的时，上帝应讲，用咱的形象来创造人。所以起头上帝将伊的荣耀就放伫你甲我咱的中间。愿咱伫主的面前，也因为伊的荣耀，互这个世间人看到咱的时，因才知影讲，人的生命可以好得无比。因为今仔这个时代有真侪人，其实表面上真亮丽光鲜，但是私底下有当时也是肮脏污秽。这个时代有真侪人，表面上看起来人模人样，但是私底下不怎么样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。今仔这个圣经旧约，伊来回应希伯来书内底所讲这些人，但以利就是这些人世界上不配的人。但以利虽然伫当时巴比伦的国家，伊是一个奴才，是一个国王身边一个可有可无的采用的人，但是国王看到上帝特别的心，所以圣经内底讲，这是和合本的圣经，伊安尼翻译讲有美好的灵性。拄则咱听到师会所读的迄个翻译是白话字的翻译，伊讲有美好的性情，迄个性情较无容易真明白原文的意思。但以利第6章第3节，伊讲，但以利的生命内底有真水的灵。上帝创造的时候，将上帝伊家己的灵分入伫人的内底，但以利保守这个灵，一直无互伊受到污染。所以伫国王的面前，最后国王讲出一句话：但以利所有的迄个真水的性情，是超过我所有的宰相，甲所有的大官将军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今仔圣经讲，有一种人是这世界上不配。不妥协，真实，永远袂变质。有什么种的人永远袂变质？伫这个世间中间有什么物件是永远袂变质？你会甲牧师讲，黄金永远袂变质，泉石嘛永远袂变质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敢有影？泉石起头是啥物？木炭。咱拢想象袂到，泉石原来就是古早的树头柴枯，伊伫地面上经过埋在地底下，高温高压，然后伊脱胎换骨，伊最后成做一个亮晶晶的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的生命若通过这的操练，咱要成做上帝手中真贵重、永远袂变质的物件。所以最后我要鼓励兄弟姊妹，咱已经有感动，咱嘛已经伫上帝的面前安尼祈祷讲，主啊，求你赏赐我更精彩的人生。牧师祝福恁在座的教会青年，恁这个阶段最重要当然是读册，但是牧师要甲恁讲，做人比读册更加重要。这两项就亲像正手甲倒手，所以基督徒的做人就是代表伫上帝的面前最真实的基督徒。咱若有美好的灵命，亲像但以利，你的生命中间就会有美好的能力甲智慧。因为人所有的能力、智慧，拢是上帝所赏赐。所以兄弟姊妹，爱帮助你的囡仔，无论你偌无用，你的囡仔来羡慕做礼拜，
你的囡仔来羡慕伫教会内底来服侍，毋通因为咱无用来阻挡咱的囡仔，配合咱的无用。兄弟姊妹，敢会当甲你拜托？你若爱你的囡仔将来，正在上帝手中极其宝贝的器官，全家尽心尽性尽力尽意，最真实的基督徒，毋是为着得当教会的需要，是为着将来咱的生命的荣耀，毋是为着得当教会的欠缺，是因为咱要参与上帝伊奇妙的作为。因为耶稣讲，天国是强的人出去，天国是一个积极的人得到。这礼拜有一个20通会的一个青年，伊敲几摆的电话，甲接到我。伊讲到无意中，伊伫直播的顶端参加教会的礼拜，后来听到教会的讲道。伊讲牧师，你的讲道我听，毋是一摆。几摆，我讲上帝祝福你，毋是因为牧师教讲道，是因为你有渴慕的心。上帝祝福你，继续对少年甲年老，因为羡慕的人就要得到。牧师甲恁分享这个故事，毋是要甲恁夸口讲这个教会做直播有多么的重要，毋是。我要甲咱鼓励，就是今仔日圣经讲，认真的人就得到，信仰嘛是安尼。愿天父上帝将这句话读互咱听，相信将这句话放伫咱的心内，努力，努力，努力。因为最后所讲，尽心尽性尽力尽意。兄弟姊妹，强的人就会得到。所以今仔日倒来到伫希伯来书12章第1节、第4节。我真少用这个夸张的这章跳过迄章来做主日讲道的题目，但是今仔日希伯来书11章39节、40节，若无跳过来到14章第1节、第2节，其实读袂清楚。所以这的人因拢是仰望耶稣基督的人，所以伫这个所在讲仰望咱的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耶稣。耶稣就是咱生命的开始，耶稣就是咱的福音的开始，耶稣就是咱得到感动、得到恩赐、得到救恩迄个信心的起头。所以希伯来书这个作者伊最主要的鼓励，伫罗马城才行到死时阵的这犹太人，因为当时的犹太宗教伫罗马帝国是一个正式的宗教，是稳准的宗教，但是基督教伫罗马帝国中间是一个叛徒，是一个危险的信仰团体。所以做基督徒有危险，做犹太人、犹太教、犹太人无危险。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咧鼓励这些人讲：唔免惊，仰望主耶稣。兄弟姊妹，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得到感动，咱夜目主神来看耶稣讲：主啊，求你帮助我。因为你是我生命的开始，也是我生命的结束。随后，甲上帝讨，甲主耶稣讨，求圣神，互咱每一个人拢有咱的方向感，拢有咱的方向感。伊讲什么？奔跑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。所以，你姊妹，咱的人生的标杆伫上帝手中。愿天父上帝将伊的计划放伫你的心内。咱当心来祈祷。活命的主，阮看到4000年前信仰的起头，你呼召阿伯的喊；阮也看到2000年前主耶稣所得到军队主耶稣才信仰的前辈。今仔日，阮作为组织伫你的圣殿内，主啊，今仔日的礼拜是一个超越历史、时间、空间。你是早伫地，今仔伫地，将来嘛永远伫地的上帝。主啊，互阮参与伫上帝你的荣耀，互阮的生命为你发光。主，照你家己的英文讲，
更美好的盼望，更美好的应许。愿在你的面前，将阮所听的姊妹仰望在你的手，求你施恩赐福。祈祷我给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